过来看台北市的消息，台北市东区的松山分厂经过13年趴园了，伫8当前转型为松山文创园区，嘛变成台北市国际外怀成功的案例。今年正是这个松山分厂80周年，特别邀请老员工回来团圆，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。 80当前正式营运的松山分厂，坐落伫台北市东区这精华地段，占地19公顷的面积，是当年台湾生产各种薰草的重点，曾经创造年产达200亿的生产力。我跟中烟厂同样年纪啊，都是80岁啊。来到台北才找到这个工作，一生就给了松山烟厂。 回想起松山分厂的点点滴滴，经过40多档的当讲人生的精华阶段，拢伫遮度过。退休的时候，我哭了3天，是哭那个薪水。离当前松山分厂正式搬到台北分厂了后，这块土地趴园13档，在2011年才总算转型做松山文创园区，才做台北市东区的文创基地。台湾的设计能力，还有台湾的比较自由民主的环境，很适合台湾发展出一些自己的文化跟创意，所以我觉得松烟目前做的。 最多就是这个部分。松山分厂已经80档啊，虽然生产线早就停工，但是新的文化创意，伫讲这块土地转型了后，要以更较现代化、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个80档。